我係何建忠咧，就係今次咧雪龍2號訪問香港嘅執行委員會主席。咁咧喺呢個過去幾個月嘅裏邊咧，我都係咧主要咧係負責咧係聯絡啦、統籌啦，同埋咧係推動咧呢個雪龍2號訪問香港各項嘅登船參觀嘅活動啦、迎船嘅活動啦、文娛晚會啦。國際交流嘅活動啦，同埋咧係我哋咧響各區同埋學校裏邊嘅科普活動。16年嘅時間咧，就同阿何教授一齊就去到北極去探索呢個嘅冰川啊、睇水質啊等等，咁睇整個氣候嘅改變啦。咁呢個對我自己人生嚟講都好大一個嘅影響。大家好，我叫 Kobe， 我係綠色未來基金總會嘅代表，亦都係何教授嘅助理。係啦，我喺今次雪龍號呢個活動咧，係負責係項目主任，亦都係負責成件事嘅一個統籌同埋聯絡。今次咧，我哋嘅籌備咧就係民間主辦，政府支持啦。但係咧一個咁大型嘅活動咧，係一隻雪龍號啦，係一個可以話國寶級嘅船，可以嚟到香港咧。我哋咧要經過好多嘅政府嘅部門啦，同埋內地嘅官員啊，同埋我哋嘅科學家之間嘅溝通啦，我哋響極地裏邊考察嘅成果啦，同埋我哋關愛地球呢個信息咧，能夠咧講出嚟，咁我咧覺得係挑戰係好大，同埋咧壓力係好大。不過咧好彩咧，都大家同心合力可以成功，呢個咧係非常感恩嘅。從我哋開始接到呢個嘅雪龍號要嚟訪港呢個嘅計劃嘅時間咧，咁我又有幸地被邀請成為當中嘅籌備委員會，我亦都係大會當中嘅秘書長嘅角色。咁睇住整個嘅籌備啦，同埋個執行嘅過程啦，咁呢啲對我嚟講咧都係以往有經驗，同今次都好唔同嘅。所以好多人上船啊嘛，落船啦，過程裏邊咧，咁我哋編配得好緊要，好緊張添嘅。因為我哋唔可以立亂俾任何人係我哋唔識或者有其他嘅不良動機嘅人會埋身啊嘛。我希望令到公眾啦，尤其是除咗廣大市民之外咧，就係大中小學生，我哋嘅未來下一代就可以更加認識同埋了解極地嘅發展，同埋國家喺過去呢30-40年喺極地科研啊、探索方面嘅各方面嘅進步，例如係嗰個考察啊，或者係科技上應用嘅進步，同埋另外就係咧，我哋都喺極地。今年2月份咧，就喺南極嗰度興建咗我哋國家第5個考察站秦嶺站，咁都希望藉此機會咧，就令到大家即係對國家嘅唔同考察站有多一份嘅認識。我哋咧係要傳遞咧，就係要認識好極地，愛護好極地，同埋咧係應用好極地。一個咧係我哋咧係國家裏邊咧所定出嚟咧對極地考研嘅一個目標同埋方針啦。亦都咧，我哋咧藉住呢次嘅活動啦，因為今次咧係中國第40次嘅南極考察，佢哋回國歸航嘅時候咧，首先回到香港啦，咁咧我哋咧係有一種對愛國嘅一種嘅情懷，係好大嘅鼓舞啦。亦都另一方面嚟講咧，係幫助到咧我哋咧能夠咧認識到創新嘅科研咧、環保嘅知識咧。喺社會裏邊咧，亦都動員大家咧係同心愛護我哋香港啦，支持我哋香港嘅活動。呢度種種方面咧都係非常成功，我覺得好欣慰。希望雪龍號嚟訪問時間咧，能夠係認識到呢幾十年來中國喺呢個極地嘅研究上面個發展嗰個嘅成就啊。咁從一個我哋用烏克蘭嘅船去到做自己嘅研發嘅船。亦都當中咧喺南極建立咗5個嘅基地，喺北極有2個基地。咁呢啲都好就證明咧默默無聲地好多科學家係國家啲嘅專人啊裏邊咧做好多嘅探索，亦都聯繫咗好多唔同嘅有心人啊，特別好似何教授啊喺當中咧能夠去希望能夠推展整個喺極地嘅科研上面嗰個嘅科學發展。4月份咧，雪龍號就訪港咗5日。呢一件事發生之前咧，其實大半年我哋已經開始規劃㗎啦。咁但係咧，因為時間比較倉促啦、緊迫咧，所以都喺溝通上啊，或者喺一啲大家夾嘢上咧，就都有啲趣事發生嘅。最大嘅難忘嘅事咧，就係話咧係點樣咧可以咧係安全咁樣咧係將幾千人咧喺呢幾日裏邊咧安排到佢哋上船去參觀啦。
都係響我哋登船嘅門票嘅預訂上邊啦。咁我哋都有好多嘅困難咧，因為實在太多人咧係需要咧係有興趣上船。咁我哋只係一日得幾百個位啦，點樣篩選咧？喺過程裏邊，都有好多嘅想法啊、憂慮啊，又會唔會大家咧覺得係好失望咧？點樣能夠滿足到大家啦？咁另外嚟講咧，就上船嘅時候都有安全嘅問題嘅喎。原來咧即係我哋登船一唔小心可能會整親啦，或者咧我哋參觀嘅時候太積極破壞咗國家嘅考察隊裏邊好多嘅儀器啊、樣本，咁又點樣咧？咁我哋都要有好多嘅考量啦。咁響我哋嘅種種嘅協調嘅工作啦，咁另外一件難忘嘅事咧就係有關天氣啦，因為咧迎船活動喺4月嘅時候咧，大家都知道嗰陣時咧就係春雨啦、潮濕嘅季節啦。其實咧，亦都可以咁講咧，由今年咧係農曆新年開始咧，就個天氣都係未好過嘅嚇。咁咧，我哋咧迎船嘅活動嘅時候咧，嗰幾日嘅時間嘅天氣會唔會有好大影響咧？之前咧，我哋就有極地號啊，或者雪龍號。咁而家雪龍2號咧，係我哋國家第一艘研發嘅具前後破冰嘅一架船啦。咁佢個意義就在於咧，我哋可以證明到我哋國家嘅極地科研探索嘅呢個能力咧。第二隻咧係完全係中國製造啦。呢邊個份量啊，個 power 啊，個力量咧係強好多嘅。有個向前破冰、向後破冰、原地360度破冰。咁呢個係好突出到，可以幫到整個中國喺極地研究上面嘅發展。雪龍2號咧，佢係中國第一艘自主研製嘅一個破冰船啦。佢嘅破冰嘅能力咧係比咧係正常嘅破冰船咧都係強啦，亦都咧可以咧係前後破冰啦。另外咧就原地可以咧係360度咧係自轉啦，亦都有好多嘅新嘅器材啦。咁佢裏邊咧好多攞到嘅數據咧，亦都可以透過衛星咧即時咧可以傳遞俾係全中國同埋咧全球嘅研究嘅中心啦。呢種種方面咧都係非常嘅先進嘅。咁我覺得咧係今次嚟講咧係代表咧我哋咧國家嘅科研嘅實力咧係先進啦。另外咧其實雪龍號裏邊咧都係有咧幾十位嘅科學家啦，佢都係中國嘅精英嘅人士嚟嘅。佢咧係冒住呢個風雪嘅艱險咧，去到呢個極地嗰度做考研咧，佢哋嗰個毅力啊，佢哋嗰個意志啊、決心係值得我哋佩服啦。另外嚟講，更加咧就係佢哋咧都係將我哋中國咧係最新嘅科學嘅知識智慧都係應用喺極地嘅考察嗰度。咁咧係喺海洋學啦、天文學啦、環境科學啦，或者生物學上邊啊、漁業嘅研究啊等等咧，都係咧走到世界最先最前嘅位置嗰度。咁咧呢個咧都係令我哋咧感到中國人咧都係值得驕傲嘅。我覺得會多咗嘅公眾參與度同埋學生都會對極地有呢個好奇心，係啦，起碼肯問先。咁然之後咧，藉此就用佢哋科學嘅一個實證嘅方法嚟到去驗證佢哋自己嘅一啲好奇或者一啲疑問。咁呢個我覺得係一個正面嘅一個思考模式嚟嘅，係啦。因為佢本身係自己個研發啊嘛，咁以至咧就睇到整個中國科技嘅不斷嘅進展。咁我覺得有一樣嘢要提嘅，咩咧？就而家雪龍號嚟香港嘅時間咧，係會影響到參觀者，特別好多係上年紀嘅人咧，從未諗到原來我哋中國嘅發展係到已經咁進步一個地步。而係年輕嗰一輩，譬如學生等等咧，佢哋本身咧佢去參觀嘅時間留得好深嘅印象。咁我見到好多嘅同學啊，好多嘅朋友啊，佢不斷問好多相關極地嘅問題，並且佢哋都好想他朝一日佢哋能夠去到極地裏邊去參觀、去研究、去訪問。咁呢啲都係有深遠嘅影響嘅。咁呢啲我哋覺得都能夠達成到本身我哋辦呢個嘅活動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因素。今次雪龍號咧，其實咧我哋咧係有幾千人可以登船啦，亦都咧係有2-3千人咧可以參與文娛晚會啦。我哋咧亦都係有咧係國際嘅學術會議啦，線上線下咧有2000人嚟參與啦，都係國際嘅專家。咁另外咧，我哋咧係有我哋社區嘅活動啦，喺我哋科學館嘅展覽咧，有數以10萬計嘅
香港嘅市民咧都能夠接觸得到呢個雪龍號同埋極地科研呢啲資料啊，呢個係非常難得嘅。咁喺今次嘅考研嘅活動咧，特別有一個意思咧，就係我哋咧知道係中國係40次係南極考察歸航回到香港，咁咧係證明咧係我哋國家咧對我哋香港響呢個極地科研啊、科普嘅活動啊，支持國家嘅極地嘅考察嘅活動咧係非常重視我哋嘅地位同埋重要性。咁咧我哋覺得係非常嘅鼓舞啦。等於我哋好年青嘅時間咧，我哋睇南極、北極咧好遙遠啊！但今時科技發展到好具體地咧，國家已經好具體地去進行個研究啦。咁及至咧雪龍號有嚟訪問嘅時間咧，咁俾我哋好多嘅我哋叫做雪龍夢啊，即係好多夢想。希望當中咧年青一輩點可以去繼續去接上呢個咁嘅研究嘅方向。睇下極地其實好多地方係我哋未發掘嘅。極地包括去到深海洋等等咧。我哋而家咧喺國際上面嘅地位咧都係好肯定啦。我哋對我哋香港咧，我哋能夠主辦到呢個活動咧，大家都係感到好驕傲。咁我覺得咧，無論係對我哋香港人嘅我哋嘅士氣啦，對我哋愛國嘅心啦，對我哋咧係全球嘅視野嘅擴展咧，其實都係非常重要嘅。我希望咧，公眾市民無論你去過未去過，有冇接觸過嘅極地啦，其實極地比我哋想象中咧，其實唔係咁遠嘅咋。而我哋咧設身處地感受到嘅咧，就係夏天越嚟越長，越嚟越熱，極端天氣頻繁。11月都仲打緊8號風球嘅，咁所以咧，我覺得保護環境咧，其實就由我哋自己每一個做起，咁先至可以咧，為我哋自己未來嘅下一代啊，甚至乎成個地球啊、社會咧，有一個更加可持續嘅一個將來咯。嗱，喺呢個過程裏邊咧，我都好感恩嘅，我就做咗一個嘅創作啊，就係呢個嘅極地雪龍夢一個咁嘅藏書票啦咁。咁裏邊有幾句係我自己好積聚咗之後咧，係寫出嚟嘅。雪龍破冰翱長空，傳承使命情意濃。家國科研騰千里，極地冒出真英雄。呢個係我體會到面前嚟講，呢個係一個嘅開始，但亦都係一個影響。我盼望呢個嘅所謂極地嘅雪龍夢咧，係繼續係發展落去，成為國家同世界嘅貢獻。我哋環保嚟講咧，我哋咧有4個嘅口號。第一咧就係着眼全球，本地入手，共同承擔，由我做起。咁今次嚟講咧，我哋從極地裏邊咧係着眼，然後咧睇到全球嘅氣候變化嘅問題啦。然後咧我哋咧係睇到香港咧，其實咧我哋咧都可以做到我哋嘅環保嘅工作支持嘅，科普上邊我哋都可以支持嘅啦。雪龍號訪問香港咧，係教導我哋咧係認識全球嘅環境同埋氣候科研嘅問題。然後咧我哋咧喺香港裏邊做好我哋自己本身應該做嘅工作啦，大家一齊去努力。然後咧我哋自己亦都係加油。